好。我是李国林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汉语课堂。昨天我们学习了生词课文，现在我们一起读课文。小姐，我要寄这个包裹。好，我看一下。这些书都是新的，这4本书是中文的，那2本书是英文的，这本大词典是旧的。好了，请包好。对不起，这是我刚学的课文，我想练习练习。您汉语说得很流利，您要往哪寄？美国。您寄航空还是海运？寄航空比海运贵，可是比海运快多了，寄航空吧。邮费是106块，请在这写上您的名字。小姐，我还要取一个包裹，请把包裹通知单给我。对不起，您的包裹不在我们邮局，您得去海关取。请问海关在哪？在建国门。别忘了把您的护照带去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这是我们读过的课文，现在我们做一下练习。乌普拉什念念。同学们，你们把作业都做完了吗？把生词都写完了吗？一定要помните новые слова，然后把作业писать твое домашнее задание в А1，一定要在耳问上做作业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练习。首先，同学们看一下，这是填空，填空。那填空的话，分别是哪几个词呢？我们来看第一个，马大为去什么呀？邮局。邮局，邮局怎么样？寄包裹，寄包裹。这 ada новые слова，ada новые слова， 寄包裹。ada работник 工作人员让他把包裹怎么样？打开 открыть 打开。把包裹打开，把包裹打开，看一看。我们去波奇达寄东西的时候，要打开看一看。包裹里面都是书，包裹都是现 книга， 4本中文书，2本英文书，这6本书都是新的 новая книга， 新的书。还有一本大词典，词典是斯拉瓦利，是旧的，是旧的，是旧的。工作人员看了看，就要马大为把包裹包好。包裹包好怎么样？还要他填什么？填一张包裹单，填一张包裹单。单子 blank。马大为填好了包裹单。工作人员问他：“您要往哪？怎么样？往哪？往哪？往这个地方写的是您要往，同学们，往是这样，往。您要往美国寄，寄什么呀？航空，航空，寄航空还是海运？马大为说，航空邮费，费是邮费，还记得吗？费就是直接借你给邮费比海运贵，可是比海运快多了，寄航空吧。他用了106块钱的邮费，是很贵。同学们，这个练习填空，乌普拉什念念，全部是什么呢？новые слова。好，我们再一起读一下。
马大为去邮局寄包裹，add 包裹。工作人员让他把包裹打开，看一看。包裹里边都是书，四本中文书，2本英文书，这6本书都是新的，还有1本大词典是旧的。工作人员看了看，就要马大为把包裹包好，还要他填1张包裹单。马大为填好了包裹单，工作人员问他：“你要寄往哪儿？寄往美国？寄航空还是海运？”马大为说：“航空邮费比海运贵，可是比海运快多了，寄航空吧。他用了106块的邮费，是很贵。”同学们，这是我们读课文，Decidires tekst de atvies et tekst uplos。同学们会了吗？请把这篇短文再仔细的读一下。好，读完之后，我们来做一下upražnjenje vdalai。第2个练习 vdalai upražnjenje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大为要寄什么东西。马大为要寄什么东西？寄包裹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他要寄的是包裹，而且包裹里怎么样？全是书。第1个寄包裹，而且包裹里全是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个问题，他要往哪寄包裹呢？同学们来告诉我。对，往美国寄包裹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来再看下一个。往美国寄包裹，那寄航空还是寄海运贵？当然是航空怎么样？航空贵。第4，航空比海运快吗？快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去中国读书的话，我们可能是要坐飞机，对吧？坐飞机，因为3.6飞机3.6快是吧？Marshrutka就是比较慢。我们去 Bishkek 坐 machine 8个小时，8小时，对吗？但是我们怎么样？3.6飞机它非常快，就40分钟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4个题。继续往下看第4个题。邮局工作人员让马大为去哪取包裹？就是去海关。还记得吗？海关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5个。邮局的工作人员让马大为把什么带去？同学们，把什么带去？对，把护照 passport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6个。海关是不是在前门？在前门吗？海关在哪？同学们告诉我。海关在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课文。海关不在前门，在建国门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的是在哪个地方？在建国门。好，这就是我们второе упражнение练习2。也是我们的новая слова。只要你认真读课文，然后потом你就可以回答 ответ это вопрос， 懂了吗？好，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主要的是做了一下练习。
关键是请同学们好好读课文，背单词。下节课我们将要学习 grammatica。好，同学们，这节课下课，再见。